迄个初期的信心，甲现在的比较来讲，就是应该找回迄个起初的信心啦。咱起初道理得到，迄个信心无论大项细项，啥物代志，先祈祷再讲，拢先祈祷。爱心就是讲，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同款，所以有啥物代志互相帮助。恁兜有啥物工课，阮会斗帮忙；阮兜有工课，割稻啊、布田，你就来帮忙，互相大家互相看顾，互相帮忙，无一定就是要有团队伫咧。拢种恁兜有代志，朝朝就去祈祷。阮兜有代志，大家朝朝就来祈祷，真有爱心啦。无讲人就爱用团队，安尼一个关才有一个团队尔。所以迄个时阵拢是信者拢总靠家己，拢是大家互相帮忙祈祷安尼。有啥代志就随时到呢。真教在台湾100年，就是教区教会拢振动起来，互每一个信者拢知影讲，咱真教传教已经伫台湾100年啊！每一个都有这观念。100年毋是干那做者讲，咱有一个康复安就好啊！咱实在大家振动起来，讲100周年，咱应该推动100年，咱这个一个小区一个教会要增加数目，要增加济。用教区来讲，100年是毋是要增加100个？自这个100年，大家这个100年前后，大家努力是一个教会100年，就加100个，加100人出来，是毋是有迄款的？有迄创立，有迄目标，有迄创立目标出来，大家认真团，认找回迄密实的，咱洗礼了有洗礼，密实的，拢毋知对倒去，还阁找倒转来，甲良心要甲找倒转来，也阁再团新的。安尼人数增加，咱若假使讲一个教区呢会100人，安尼7个教区就700个，这是上少的一个数目，用一个目标来努力，大家来打拼，来宣扬啦。这个社会咧变迁罪恶在咧灭绝，物质的引诱、金钱的引诱。这在所难免的，但是一个信徒伫这个末世会发生这代志，这是一个真大的考验。你敢若过世间就是趁钱比赛，我加要甲人比拼，我要加存偌济钱来拼钱，要甲人冲我的名，要冲这个。这业绩要创什么？拢为家己的钱，为家己的名，直拼，拢拼业绩，拼名声。其实你这拢总会过去的啦。咱所谓讲积财于天，咱拼迄未落空的，拼咧永远会存在的。咱伫这个属灵的方面，伫拼未落空的，会当积财天顶，迄才有价值啊！安尼敢若伫世间，拼钱就是比赛，安尼无啥价值伫咧。敢人咧拼讲，我存偌济钱我得到啥物地位啊？迄拢会过去啊！要紧的就是讲咱的这个信仰，咱要安怎样积财天，加做一寡有价值的工课。